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没有人能够让你的思虑忧虑增加我们在世的日子年岁。所以这首歌的作者这样的告诉我们，当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当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感觉却一事无成，但是他却愿意
今天是我们新主圣经主日了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除了关心新主圣经书院，那在这边我们要了解新主圣经书院他们在做的就是提供给许多的众教会的牧者，还有在信徒做门徒训练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牧师也鼓励我们在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小组团体，我们都可以举办这个门徒的训练工作，可以去到新主圣经书院来使用。那我们今天也感谢佩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刚刚牧师刚从中华路教会过来，所以回到我们当中。那下一页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呢是我们的社区卫教课，是防癌饮食。那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可以邀请你们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是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华语跟台语会合并礼拜也请大家留意。我们下礼拜是11点这个活动是在11点来展开好，下一页。那我们在10月5号，我们有举行第5次的圣灵殿。那我们如果我们也为杨觉华姐妹，她要落户转会籍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继续为她关心带到。那我们今天小组正常举行那我们今天的3楼的这个教室已经都完成。那我们1楼的地方，我们就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在台语堂结束后，我们就是在1楼能够做交易的空间。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位新朋友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住安南区。好，贵姓怎么称呼？姓黄。黄昭平姐妹好，我们拍手欢迎她拍手。昭平待会可以免费享用我们的咖啡一杯。好，谢谢你，请坐，请坐。黄昭平姐妹，我们待会会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易认识好，下一我们在10月5号呢，我们有马光中医有在我们教会的副堂的地方做义诊。那这个非常欢迎，它是真的义诊，就是说你可以跟医师直接做诊疗啦所以欢迎各位可以邀请你们的左邻右舍朋友一起来参加。他们有提供这个这个中药的养生茶品所以也非常，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提供给他们，他们也很乐意。希望说之前他们是在活动中心，但是这次是借用我们的教会的地方，在下礼拜下午1点到4点下午1点到4点。好，下一页。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五我们的青年小组有举办一个烤肉的晚会，刚好连假那也欢迎我们在座的待会的活水泉小组牧师也邀请各位都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下个礼拜五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五，我们5点半就会开始起火我们就会开始起火，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我们需要报名，假如说有想要来的，我们在我们的群组或者在我们的华语群组里面来公告跟报名好，下一页。好，那我们下一季的事工分配表我们在1楼的地方，如果有参与事奉的同工，也请在1楼的地方先校对一下好，下一页。好，我们今天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吕牧师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各位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路教会的吕佩玲牧师刚才跟我们的委员牧师是交换讲台所以我们牧师去中华路我来我们大桥教会刚才那个牧师有说，今天其实叫做圣经学院圣经奉献主日圣经学院在新竹这个地方，有去过圣经学院吗？好，那我们看一个影片，那你知道哪里是圣经学院吗？好，我们看这个影片。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圣经学院以4个 R 作为灵性塑造的意象。第一个 R 是 Rest。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在忙碌的生活中，许多人身心灵都感到疲累。圣经学院期望为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地方，可以安歇，
又重新得力的地方。第二个 R 是 relationship。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升到天，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亲身经历了上帝与人的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让人可以与上帝相遇、与人相遇、与大自然相遇的地方。第三个 R 是 renewal。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看见许多人在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事，生命被更新，心灵被转化，进而实践宣教的意向。在基督里，人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祝福。第四个 R 是 recreation。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学院，喜乐不是表面的，而是深沉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生命常常更新，持续展现新的创造力。圣经学院期待成为一个充满喜乐、恩典和创意的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发挥恩赐，共同创造新的服事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灵性形塑的四个 R， 不只是理念，更是真实发生在圣经学院无数生命的故事中。今天我们诚恳邀请您，透过奉献与支持，一起让这梦想可以继续延伸，让更多人因为上帝的爱，生命得到更新。在新竹这个地方，它往上
肉的人说你们犯罪，你们惨，你们就是拍嗝啦，你们这些脏东西。不吃的人又开始论断吃的人，说啊，你们有圣洁到哪里去吗？那些东西还不都是拜过的哦？但因为两边开始在吵，保罗跟他说，不要这样，神已经接纳你。怎样接纳？请问你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做谢饭祷告？会哈，会哈，这个要做哦。为什么？台湾其实也跟罗马一样，你知道所有的食物原出产地方，那个食物的制造工厂，他们会不会拜拜？他们7月份会不会拜拜？会啊，你连做原食物的出厂工厂都会拜了，那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不就都是拜过的吗？菜市场也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都可以吃这些蔬菜，这些被拜过都可以吃，但你要做一件事情，称义嘛，你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遮盖、圣化这些食物之后，凡事都可以吃。他也借这个经文在提醒这些人，不要再吵架了，不要因为吃跟不吃吵架。只有一种东西要注意，我个人是不吃鱼的，从来不碰鱼的。所以我去实习的时候啊，那个实习的教会说啊，你啊唔捌食鱼啊，这么好的物件，阮这东港呢，阮这出产生鱼片呢，不行，一定要吞一只鱼给我看，强迫的可不可以？不要啦，人家真的是不敢吃啊，我就算我洁净圣或祷告，我也不敢吃啦，因为那个真的是我内心的恐惧哦。所以不管吃或不吃，就不要轻看别人或论断别人。神已经接纳他，神已经接纳他。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有华语堂，我们有台语堂，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不好？这个段落好不好？来，请。他说教会的共同体哈，非常需要学习接纳，彼此尊重，在彼此的美好与信心当中，我们可以调整方向跟目标。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方向跟目标。像我们来教会也在做这件事情啊。我们试着在圣经，我们知道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透过做礼拜跟弟兄姐妹聚会，我们来调整我们生命的目标跟方向。我们可以往上帝的方向来走，因为这世上太多选择了啦。等一下我要选择买牛排，还是等一下我要选择买鸡肉饭，太多选择了啊！但在教会共同体里面，我们选择，你们的选择是先来做礼拜，先把自己的心灵喂饱之后，再来享受这桌上的美食，多么的棒！真的是给你们大大的肯定哦，是非常棒的选择哦。所以我们才用今天的经文罗马书15章1到7节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师会有念过这个经节哈。这个经节最重要的第一点叫做，我们要主动承担，而且愿意彼此都成长。主动承担，愿意彼此都成长。好了，你们来念经文好不好？来念这个经文哈。来，我们坚固的人开始来，3，请。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对，罗马书15章1节说，坚固的人、有信心的人、强壮的人，应该帮忙那些不坚固、软弱啊，正在没有办法从心里面走出来，或是身体上走出来的人，帮助他，而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这个喜悦可能是我很威风，我很厉害，我很强大，不是，而是彼此承担，彼此承担。这样教会也是在彼此承担啊。好像我们毕业同工，他从华语礼拜，从台语礼拜到华语礼拜，他都在承担嘛，对不对？像我们大家，我们待会也要做别的事情，但我们愿意来到华语礼拜，就是在用爱来帮助支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叫彼此承担。像弟兄姐妹，我刚才看圣歌队啊，刚才看我们的敬拜团也是，
不是要看教会的大或小。教会之所以属于基督，是有多少人愿意在彼此承担里面都一起成长起来，一起成长起来。像我们刚才吴牧师有说，我们9月25要考录，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然后一起在彼此分享里面一起成长，这也是非常棒的选择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教会服饰里面看到教会的需要，彼此承担，不是教会人数的多少，而是你愿意投入多少，你愿意投入多少。所以这一个天国的观念呢，在腓立比书2章3到4节，可以一起念吗？1、2、3，请。不要缺失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权益。也要关心别人。最近有一个于朦胧的事件，知道吗？看起来非常的严重。对，这些自私自利的后果跟下场，就是伤害一个无辜的生命。在虚名跟这一些权力的斗争里面，有谦让吗？没有，只有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看自己比别人高大，比别人更有权势，不顾别人的生命，糟蹋别人的生命。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教会寻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至少我们是会愿意让自己发光，帮助别人，不要再让弱势被欺负的团体，对不对？所以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权益，不要让于朦胧的事件再发生。这个世界太可怕，这样的世界是太可怕，留一条退路给人家。在黑暗中的人，我们至少可以成为一盏灯，去照亮他们，对不对？去照亮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在说黑暗，在地狱的景象，在地狱生活的人们，这个应该有影片啦，但我现在把它做 PPT， 这很之前有一个影片，他们在黑暗中，在地狱里只有一锅热热的食物可以吃，但不好意思，他们的工具叫做长柄汤匙。你看他们每个人很用力的去捞那个在黑暗中间的那个热热的粥，在捞完之后要拿回来，又自己吃不到，还想说怎么办？打来打去打不到，然后在咬的过程，别人又打到你的那个汤匙，你的食物又掉下去。大家都在争取这个权益啊，大家都在争取这个机会。你知道吗？这个汤匙，我想要缩短一点就好，我就拉回来。不好意思，它是粘在你手上的。
不要帮助别人也吃到一口啊？所以大家拿了他的长柄汤匙就喂别人啊，我喂你，我喂你，我喂你，别人也喂我。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天堂跟地狱就在我们一念之间啊。当我们愿意主动去帮忙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会成长。但你知道，又来说雨蒙龙的事件啊。你知道，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它整个社区跟小区是安静的。Hello，怎么会这样？天堂跟地狱是在我们一念之间。当我们主动愿意去多一点点的帮助，它事实的结果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彼此提醒啊，其实也是对教会的提醒，对牧者的提醒。我们要去寻找，我们当然无法承担全部，我们没办法承担全部。我们要寻找那一个源头，爱的源头，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力量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对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做对的选择。不能先对。我按照仰望基督做对的选择。这罗马书15章3节，换你们念好吗？来，1、2、3，请。对，这里说，基督他不是求自己开心呢，他不是求自己爽快，他不是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化。他经上记载的，圣经说，他把辱骂别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身上，所有骂人的话、脏话、不好听的话、控告、伤害，都在耶稣身上。意思是他承担了，他承担了这一些伤害啊。为什么他有本事承担？我们没有办法承担。你要想一个100%的上帝，他愿意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往下走啊，从最高的地方走下来，走下来变成100%的人，他承担这个一切，承担这个鞭打，承担这个过错，所以他往下行这个道路里面，他变成承担我们重担的人，让我们可以依靠他来做正确的选择，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在心灵深渊黑暗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个仰望的对象，有一个十字架的光永远在那里跟你说：“孩子，你走过的路我知道，但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承担，请你把重担交给我吧，交给耶稣。”这个盼望的记号这个盼望的记号设立在哪里？教会啊，对不对？这个盼望记号就立在教会里面嘛，所以教会叫做共同体，让那个道成肉身，从100%的上帝道成肉身往下走哦，它是往下走，变成跟我们一样会生气、会冰的、会开心、会吃饭、会欢笑的人，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这生命的美好，但他又透过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同一个心智，有同样一个目标，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选择让爱延续下去，而不是选择让于朦胧被丢到窗外去。这是不同的
选择是什么？当这个世界的强权，当暴力的行为，当于某种被挂在窗口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生活中的选择该怎么选择？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再被那个骄傲，不再被那个混乱或是不一样的生命辖制在我们里面，失去那个相爱的机会。最怕的就是失去了彼此相爱的机会了哈。好，所以我们要互相接纳哦，使荣耀归于上帝哈，好不好？再念这个经文来，罗马书15章7节啊，1、2、3，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15章7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刚才有说到，他们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已经为了吃什么，吃素的、吃猪肉的、不吃猪肉的，在吵架了，吵到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的，吵到谁有没有割礼，谁没有割礼，一直在吵这一些事情。有时候你看教会也是一直在吵这些事情，甚至你在家里面也看到，为了这些事情在吵架，小小事情也在吵架。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那这一些争吵的过程里面，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彼此接纳耶，去接纳你跟你个性不一样的人。我知道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接纳跟你个性、跟你生活习惯、跟你的想法、跟你的作为都不一样的，非常的难。我们昨天是我们教会的青年跟长子去他们的联谊，他们的联谊就是烤肉，我们去烤肉，去店里面去那个烧烤店烤肉，我就强迫他们长子2个，青年2个要坐一桌，这是非常大的煎熬。他们被强迫